现在只剩下你们3个，有谁要说话？敢说话的都被炒了，还有谁敢提意见呢？不是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没有资格坐这个位子吗？既然常总对我有意见，不妨说来听一听。我对顾总没有任何意见。那就好。我就住这儿。哎，这门怎么开了？这怎么回事？完了完了，DNA 报告没了。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报告给我？没有，我一开始就想给你的，真的。你又在骗我是不是？我没骗你，我这缺钱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知道了，他肯定是他拿走的。他。肯定是他拿走的。贺锦熙，贺锦熙，他在什么地方？爸爸，那你刚才说那个他到底是谁啊？啊，他是贺锦熙的朋友。这东西肯定是他拿走的。既然你没有我要的东西，那你要的东西我也不能给你了。不是，哎，女儿，你这钱是不给我啊？不给。你要干嘛呀，爸爸？你给我，爸！你快松手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松手的话，我就不念父子之情，我打你啊！我不行，爸，你不能把这个钱拿走！爸爸，哎呀，爸！爸！锦溪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回来啦？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出去了。出去了呀？嗯。我问你，少夫人的父亲最近来找过她吗？说呀。少夫人的父亲前2天确实来家里找过她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少爷，怎么了？